路加福音23章26至31節。帶耶穌去嘅時候，有一個古利奈人叫西門，從鄉下嚟到，佢哋就捉住佢，叫佢孭住十字架喺身上邊，跟住耶穌去行。有好多人跟住耶穌，當中有唔少係婦女，啲婦女為佢傷心痛哭。耶穌轉身對佢哋話：耶路撒冷嘅女子，唔好為我喊，要為自己同埋自己嘅兒女喊，因為日子將到，人一定會話，唔生仔、未懷孕、未餵過奶嘅有福啦。小朋友，考考你啊！耶穌請婦女唔好為佢而喊，而係要為邊個而喊呢？婦女們眼見滿身傷痕嘅耶穌，實在係難掩內心嘅痛苦啊！佢哋大聲咁痛哭。喺痛苦裏面嘅耶穌，佢係話俾佢哋聽，叫佢哋唔好為佢而喊，反而要為自己而喊啊！意思係佢哋需要快快去悔改啊！而家咧就同屋企人分享一下，你試下想象，你就係古利奈人西門，你從來都唔認識耶穌，只係咧經過呢一度嘅咋，卻咧被兵丁強迫要幫耶穌孭住十字架喎，你會有乜嘢感受同埋改變呢？分享完之後，可以一齊禱告。主耶穌，你為我哋真真切切咁樣承受嘅苦，實在係我哋冇辦法想象㗎。即使喺痛苦入邊，你仍然俾我哋安慰同埋提醒。多謝主嘅犧牲同埋愛。今個星期嘅信仰小練習係禁戒練習，學習忍耐同控制自己。今日等我哋彼此分享下大家今日嘅成果，慳咗落嚟嘅時間會做啲乜嘢有意義嘅事呢？去彼此鼓勵。